10萬蚊你就可以攞低坦洲嘅天花板樓盤，而且帶住33萬平方嘅法式園林景觀，送你家電6件套，仲有產權車位啊！事不宜遲，一齊帶住你哋返屋企 have a look。嗱，就係呢一套啦，126個平方啊，佢贈送咗2間房間俾到你啊，等於你有6個房間啊！睇住嘅係33萬嘅法式園林景觀，我哋頭先企嗰個位置就係呢個園林，而且幼稚園睇到未啊？你冇送式嘅教育啊，你細路仔平時可以俾人哋瞓到半個鐘啊，行路就可以去到幼稚園、小學都係隔離啊！一齊嚟睇下送嘅2個房間喺邊度？第一個房間係入門口嘅呢個位置，可以作為你嘅茶室啊。以及呢個房間都係唔計面積嘅，可以擺低你嘅雜物，嗰啲單車啊，嗰啲高爾夫球棍非常方便。126個平方做到南北通透嘅設計，呢度可以擺低你嘅飯台啊，你嘅你嘅親朋戚友嚟到你屋企就係呢度用餐啦。再嚟睇下我哋嘅廚房啦，所見即所得啊，都可以講都係通透嘅，但係講就係有啲細啦。再翻嚟我哋嘅另外4間房間睇一睇，第一間房間可以作為你嘅仔仔女女房，或者係你嘅長輩房，公共洗手間都係帶住品牌嘅衛浴同埋馬桶俾到你嘅。第3間房間都可以作為榻榻米嘅設計，或者係作為你嘅書房都係 OK 嘅。主人房可以睇得到，擺低張 king size 嘅床都可以做到3邊6嘅床位，而且樓下仲有業主嘅樓巴可以翻到香港荃灣太子尖沙咀以及港珠澳大橋人工島，去到優越城僅需要5分鐘嘅時間，翻到珠海嘅華發商都僅需要10分鐘，而且而家仲送你全屋嘅家電6件套，仲有車位，仲有2地牌，10萬蚊嘅首期，而家發展商真係攞出佢嘅誠意啦！咁感興趣嘅朋友咧，可以喺評論區 call 366，我係小雅，點開關注，帶你揾翻你心目中嘅 dream house。